男星吴亦凡今年7月涉嫌强奸案传闻爆发后，他的微博不仅被消失，目前人还在牢里蹲。事件后呢，现在中共政府大动作，全面整顿娱乐圈，要封杀劣迹艺人，中港台明星加起来至少超过10位。我已经不 care 了，不 care 了。山子赵薇捡到枪啊！他的微博演出作品，包括成名作《还珠格格》，通通被消失，封杀得很彻底。有一说呢，是因为他跟马云有金钱关系的连结，网友也当其键盘柯南，找出可能的7大罪状。被点名劣迹艺人，除了吴亦凡、赵薇外，有双重国籍的华人明星，现在也岌岌可危，有可能因为限级令遭到封杀。英国籍的皇阿玛张铁林，美国籍的王力宏、潘玮柏、刘亦菲、陈凯歌儿、陈飞宇，新加坡籍李连杰、孙燕姿，加拿大籍赵又廷、谢霆锋。谢霆锋透过节目表示，已经在申请退掉加拿大国籍，并说我在香港出生，我本来就是一个中国人。而跟台独扯上关系的也 GG。袁喜，妈妈真的很替你感到骄傲。小 S 日前在东京奥运为中华队选手加油，因国手一词被小粉红出征，之后在微博发言我不是台独，才平息风波。而最近被牵扯上的台独艺人是他。Hello，张钧甯在11年前的硕士论文提到我国2字，于是对岸小粉红又玻璃心啦，举报他就是台独。张钧甯6日透过工作室发声明，表示自己并无台独立场，他一直坚定地认同自己的中国人身份。他在个人微博也再次强调我不是台独。而目前最新一波的劣迹名单刚出炉，包括之前逃税的范冰冰、吸毒的柯震东、房祖名等26人都在列。但赵薇在这波名单离奇的消失了，就有网友说可能是有强大的资本在保她。哇，吓到你了吗？我的妆卸得好干净，希望不要吓到你。卸妆啦。哇，吓到你了吗？我的妆卸得好干净啊。